主后2023年10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听叹上帝的话语。咱做伙来听读圣经以赛亚书第8章19、19、22节。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着去问看门的甲当机倒头，因一日自自用人听无的话念东念西，人民减袂用得求问因的神明，也是替活人去问死去的人，袂用得着请示律法甲教示。遐个讲话无照律法甲教示的人，因袂当看到天光。人会伫逐所在流浪、艰苦、夭餓，因无通食的时，会去受气，咒诅因的王甲因的上帝，因举头看天，暗落看地，只有看到艰苦、黑暗、苦闷，阁受赶入去黑暗暗内面。听叹上帝的话语。当犹大国遭遇敌国攻打的时，毋但王在担心，人民也在惊吓。当国家面对敌人攻击的时，毋干那是政治上的考验，也是信仰上的考验。政治上的考验，就是国家领袖的领导力、国家的自我保卫能力，以及国家的外交能力是毋是够额。信仰上的考验是国家领袖甲人民是毋是转来到信仰的核心，信靠上帝，毋是倚靠外在的势力。可惜的是，毋管北国以色列，还是南国犹大，当因受到敌国攻击的时，常常毋是转来到上帝面前。南国犹大拄着妖会拄着好的王，会寻求上帝；若是北国以色列的王全部背弃上帝，屈膝跪拜偶像。当当时，先知以赛亚看见因的危机，毋单单是家己安全受到威胁，搁较是信仰摇摆的危机。因为当因拄着危机的时，毋是找求上帝，颠倒是往遐个异教的邪术请教。因为安尼，以赛亚提出劝告警戒：当有人使弄因去求问邪术的时，爱安尼回答。袂用得，着请示律法甲教示。遐个讲话无照律法甲教示的人，因袂当看到天光。咱身为基督徒，可能会想讲，当时以色列人为虾米遐尼戆？上帝话毋听，却去听信算命先仔甲巫师的话咧。总是想看当时的处境。连王都带头去拜偶像，莫怪人民会缀缀去信奉异教邪术。今仔日的咱，检采袂去拜其他神明，总是咱减有真正听叹上帝教示甲律法。咱检采袂去找人算命，毋过咱减有真正顺服上帝的带领。无对异教风俗，并无代表咱就会听叹上帝教示甲律法。袂少基督徒上大的问题，并毋是随从其他的宗教，是无心伫上帝的话语。毋管台湾还是欧美，有哪来哪济无神论者，因啥物拢毋信，干那相信家己，其中也包含一寡基督徒。今仔日，咱毋单单爱呼吁信徒莫去相信异教邪术，更加重要的是
爱专心听探上帝教示甲律法。先知以赛亚讲：恁着甲律法的册卷起来，伫我学生的中间，甲教示放起来。伫即个世代，基督徒伫信靠上的困难，相反在伫遵守上帝教示，持守伊的律法。因为真侪时阵，咱也认为上帝话对时代袂着。可能有人心内想讲，拢什么时代还咧遵守遐个老过未卜途道圣经的教示？甚至咱体贴人会软弱，赢过遵守上帝的话。伫新世代，咱对圣经当然会有新的诠释甲运用，总是无代表咱无的确着持守上帝的话。所以，咱莫听信遐个会互咱远离上帝的谬论，是爱定心转来到上帝面前，听探伊的话语。默想，我拄着人生重要的事件，也是决定的时，是毋是用上帝话语做判断的准则呢？上帝话语对我有真正影响无？我拄着人生重要的事件，也是决定的时，是毋是用上帝话语做判断的准则呢？上帝话语对我有真正的影响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遵守你的话语，特别伫我拄着患难的时，求你赐予我信心，互我搁较信靠你，搁较持守你的话语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